啊，这经营我就是讲我，因为你不要设在这，因为我们三德里哦，你家有没有？因为这边都是社区啦，人口密集的地方啦。啊，因为你现在疫情又不明显很严重，有没有？来检疫站来这边哦，万一确诊了，在这边不是三德里都感染到吗？那这些里面就会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干脆就在体育场有没有？体育场里面不是都有会议厅吗？你把它封起来，在会议厅里面就好了啊，有地方可以选择啊。因为卫生局跟体育场的厂长沟通了，他说他们要办公。那这样来讲的话，我们三德里就要牺牲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办公几个人，你可以一道计算器嘛，办公那边空起来做临时的检疫所嘛，那就大家都相安无事嘛。看遐呀，一看呢，卫生局马上跟我回答了，确定要移走了。等一下午大家不用来了。来，下午就不用来。可以移走啊，来啦哈。有了哦。这个下来了。有啦。回上去。确定移走了。哎，你看我要照给你，我们民众已经这么多了哈。对。你有看到？民工哦，好，另外找地方哈。对了，感谢了，感谢我们代表我们三德里乡亲哦，向你们感谢了，谢谢了，不要体谅我们一下了啊。您是自诩呀，谢谢啊，休息辛苦了。我们的声音你们听到了，很感谢啦。有里长跟议员反映说，希望选一个其他地点。那当然，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未使用的广场，但是因为附近的居民有点担心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移到田径场里面。